来即摆是到台中梨山看饭仔的好时节。丰寿山农场是看饭仔上好的地点之一。除了看饭仔，阁会当食水果、啉好茶，享受着梨山美丽光景。湖水边啊，为饭仔树，为树仔顶，规当看到转变做红色的叶花，成真侪游客摕相机来翕。全世界的枫树有131种的品种，在我们台湾呢就101种。今年的11月到12月中是梨山地区饭仔叶转变做红色的时间点。今年因为受到气候影响，饭仔叶变红色的时间就较晚一chút啦。枫叶都慢慢变红，那很多的水果，包括甜柿啊、蜜苹果都慢慢的成熟哈。所以这个季节到梨山正是时候。当季来到梨山，除了欣赏饭仔叶，更真侪甜蜜蜜的新鲜果子和梨山好茶，民众若要过来，都要把握机会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